我啲牙其實唔夠白，我諗住約個牙醫做嗰啲美白療程。咁點知咧，我個朋友咧佢真係倒米，佢同我講，佢話你唔使嚟啦，佢話咧幾千蚊你買一 set 呢個美白牙嗰個儀器咪得咯。我咩嚟㗎？得但就係呢一部啦 ，New Smile 第5代美白牙齒機呢部嘢，我同你講真係正到爆。嗱，入邊咧佢會有一個美白牙齒機啦，係藍紅光嘅，另外仲有3支嘅 PAP 美白液，仲要加一個有益生菌嘅美白牙膏。嗱，如果大家有追開我哋個台，個個都知道我係一個奶茶精嚟嘅，但係咧奶茶本身有茶漬嘅，每隔一段時間咧，我就有2個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牙齒美白。首先一係就洗牙，但係咧洗牙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你啲牙石冇咗，但係咧對於個美白效果唔算係好顯著咯。咁咧我會點做咧？就去牙醫嗰度去漂牙，漂一漂真係要幾千蚊㗎，唔係你想即刻做就即刻有時間㗎。呢一套 New Smile 第5代美白牙齒機咧，係一部令到你喺屋企都可以做到美白牙齒嘅一部機。對我嚟講真係正到爆炸，仲有做一次7日，基本上可以 keep 到你半年，係半年效果啊！嗱，入邊咧會有一支嘅美白嘅牙膏啦。嗱，佢同咧一般嘅牙膏咧，佢有少少唔同嘅，佢咧係可以修護到珐琅質啦，而且亦都有美白嘅成分咧。之餘咧，佢入邊仲會有益生菌㗎，所以咧佢係一個集合於多功能嘅一支牙膏嚟嘅。用完之後，我發覺咗7日就已經見效，而家就 show 俾大家睇下點樣去用先。嗱，佢嘅用法係非常之簡單，只需要跟翻4個 step 就可以喺7日後明顯見效㗎啦。除咗美白之外，佢仲可以鞏固珐琅質，改善牙周病同埋牙齒敏感嘅問題。最重要嘅係，佢可以喺10至15分鐘內喺屋企舒舒服服咁樣見效。你哋仲唔快啲去試下？大家想唔想睇下我做完嘅效果呢？噔噔，係咪好白好靚呢？呢個 New Smile 美白牙齒機出面係賣緊2380蚊，不過我哋 Carly Fashion 嘅 fans 當然唔使呢個價錢啦。想知道我哋有咩優惠價，記得 click 入我哋嘅網站買啦。我強烈建議外買3支或者6支呢一支牙膏俾我哋全家使用咧。佢唔係一支普通嘅美白牙膏。好處咧，首先第一，如果你牙齦發炎咧，你用完之後好快就可以令到你唔發炎。第二樣嘢有咩好處咧？就係佢可以抑制牙菌膜形成，就係好緊要咧，佢係加速咗傷口愈合，提升咗口腔入邊嘅傷口嘅治愈能力。呢一支牙膏係一支萬能嘅美白牙膏，我係強烈推薦俾大家，係3支6支咁樣買。